大家第一間魚堡嘅喺東區嘅越南餐，啱啱開2個幾月啦，喺我呢度嘅，入邊好靚啊，又好好食啊！我抄嘢食到啦，嗱入去俾大家睇入邊嘅環境啦，睇到冇？哇，back 嗰度好多公仔啊，嚟到打卡，中意公仔可以嚟呢度睇。打開個 menu 先，越南餐梗係食越南嘢啦，有牛肉粉、牛肉飯，咁我嗌一個粉，一個飯。佈置到非常之得意又靚啦，中意公仔嘅人一定會嚟呢度打一個卡食個嘢啦。你喺我去嘅廁所都感覺好似越南嘅 feel。我嘅越南豬扒飯嚟啦，嗱呢個係豬扒，19蚊一碟，你有一碗湯，有個辣椒醬俾你點，有豬油渣，20蚊一碗越南 mix 嘅乾撈粉啊，入邊有4樣嘢，有牛肉啦、豬肉啦，跟住有炸春卷啦，淋埋個醬落去，酸酸辣辣，真係好食啊！佢台面仲有2樣嘢俾你點㗎，有辣椒同埋蒜頭。我食先啊！食完嘢可以慢慢喺度欣賞佢啲公仔，你睇所有好多公仔，連周星馳嘅公仔都有啊！你睇幾多蠟筆小新，幾多啲 toys 嘅公仔，豬豬又有好多好多，好得意啊！我非常喜歡呢一間咖啡。嗱，Boo都俾我見到啦，就係響東區平時拜2擺8三1冧呢度嘅街對面啦。